所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各地拢会当感受到温度明显下降。天气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，咱同齐来看温度。头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到位啊，本岛今仔日平地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的杨梅，敢若13.7度。北台湾、花莲、台东日时的高温嘛未超过20度。若中南部甲昨昏比起来，高温嘛有降4度至5度。这波冷空气属于是大冷，只有东南部会有湿湿啊雨。日时感觉较舒适，暗暝到暗时啊时天气就会变真寒。冷气团伫明仔载会搁较强，上低温会出现伫明仔载透早，也搁有礼拜日的透早。伫北部沿海一寡较快的所在，低温有可能只剩10度尔。礼拜日的日时，冷气团就会减弱，就会开始回温。因若北部、东半部日时高温是23度至25度左右，也毋过暗时啊同款是感觉较凉。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，中部以北宜兰早暗温差有到13度，因若南部花莲台东温差嘛要10度。